今日议政之事到此結束，諸位臣工還有什麼要說的嗎？皇上，吳三桂還有10來日就到京了，臣再請奏議，可借吳三桂來京之機，將其扣留在京，不讓他再回雲南。皇上，臣也附議2句。如今，全国反清复明勢力基本被黨平，而吳三桂成為朝廷最大的隱患。不錯，當前尚沒有吳三桂反清的證據，他還消滅了朱由榔的軍隊，立了大功。正因為此事，吳三桂愈發氣傲意橫，目無朝廷聖上。氣傲意橫，目無朝廷，目无朕。索大人，你可有證據？皇上，臣當然有證據。按說吳三桂接旨之後，應該火速趕到京城述職，可他卻繞道江南，目的是為一個他心愛的女人父母掃墓，這還不夠氣傲意橫嗎？還有，這次他出行所帶精兵鐵甲1000，超過我8旗旗主的氣勢啊！這還不夠氣傲意橫嗎？請皇上聖察。朕跟皇额娘商議之後，決定現在正式宣布口谕，恢復皇後的中宮監表。朕切盼索爾納恢復監表之後，能夠有德有儀，表率6宮，切不可再犯以前的錯誤，讓朕和皇額娘失望。钦此。臣妾謝過皇上。臣妾恢復監表，猶如再生。臣妾絕對不會讓皇上、皇額娘失望的。起來入座吧。謝皇上。臣妾恭賀皇後娘娘。臣妾恭賀皇後娘娘。姐妹們，快起來吧！謝皇後娘娘。庄爱妃，都坐。謝皇上。最近后宫啊，有些纷擾，這與朕將董小宛帶進宮有關。朕知道，朕的這個期望太高了。董小宛她是一個漢女，她本就是宮規所不容的。皇額娘她也沒有接受，沒關係，朕不怪她，朕也不會怪你們。靜妃，你別哭，由朕替你做主。是，臣妾不哭。朕向你們說明一下，是朕讓靜妃去看望小婉，親近小婉的。因此，你們對靜妃的指責，便是對朕的指責。都聽明白了嗎？哼，好啊，啊，你們這些個女人，聯起夥來跟朕較勁是吧？啟稟皇上，臣妾有話要說。這靜妃之事也是董小宛之事，董小宛之事，皇額娘已經有了明確的旨意，所以臣妾們不敢回答。隱忍服眾，不可發火。皇上，臣妾對靜妃妹妹並無指責之意。合適之時，臣妾也願意去看看董鄂氏。好，朕終於聽到了一個朕想聽到的聲音。
你们都坐。謝皇上。皇上，咱们不说后宫烦心的事儿了，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吧。开心的事儿？什么事儿能让朕開心呢？嘿，還別說啊，小婉，你跟扣扣穿上旗裝，也是很好看的，是不是銀兒？對，皇上，董主子天仙般的美人，穿什麼都好看，特別是穿我們大清的旗裝。嗯，你這意思是旗裝比漢服好看了？我倒是覺得還是漢服好看。要不是姐姐歸了旗，我得隨着姐姐着裝，我才不穿什麼旗裝呢。扣扣，你這話是對我們旗裝的大不敬。我覺得呢，女人穿旗裝就是比穿漢服好看。鷹統領，這女人的着裝之美，你懂什麼呀？我不懂。董主子，他說我不懂女人的服飾之美，我不懂嗎？啊，董主子，您一定得給我做主。你們倆鬥嘴，我可管不了。要做主，跟皇上去。你們兩個是在滿漢之爭吧？朕說過了，滿漢之爭最是無聊。扣扣，以後你們在南苑，想穿旗裝穿旗裝，想穿漢服穿漢服，隨你們的意。皇上最聖明。扣扣，謝謝皇上。平身吧。你別總和扣扣鬥嘴。對了，小婉，過幾日吳三桂會帶着陳圓圓進京。陳圓圓要進京了，不知皇上知不知道，小婉和陳圓圓是梨園同道。小婉久聞陳圓圓大名，但從未曾謀面。既然陳圓圓要進京了，小婉想，不知皇上能不能恩准，讓小婉和圓圓姐見上一面。其實這個陳圓圓的事情，朕早有耳聞。你想見她嗎？想見，朕就給你安排。那小婉，謝皇上。見過平西王。見過平西王。見過鄂大人，諸位大人。平西王掃墓一切可順利？很順利。三桂，多謝總督大人。請。夫人。請。這是什麼？這是我給太後娘娘寫的信。你給皇後娘寫信，寫的什麼？皇上自己看吧。好，小婉，你寫的太好了，寫的真是情真詞切，尤其這幾首更是寫的頗為入心。我想皇娘這次一定會接受你的。小婉這也是沒轍了，才寫這封信。想想小婉來南苑2個月了，沒能見到太後娘娘，更別提親口叫一聲皇阿娘了。小婉更是親眼看着皇上頂着巨大的壓力，悉心維護小婉。想想這些，小婉的心裡就更是難受。小婉希望太後娘娘看到這封信之後，能夠讓小婉前去請安。小婉這樣做，也是希望能幫皇上解除顧慮。小婉，你別心急，我現在就去見皇額娘，讓她看看這封信，讓她盡快召見你。小心！快，保護夫人！快！胡將軍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夫人鎮靜，許是遇到劫匪了。
夫人不要反抗，我们是天地会的，不会伤害夫人的。走，撤！是天地会，让乌贼得获消息，若轻举妄动，陈圆圆会死得很惨。走，回去禀报王爷。皇娘，这是小婉给您写的信，请您过目。董小婉写信给额娘，她可真是胆大呀！她不是胆大，她是实属无奈，不得已才向皇额娘陈情。皇娘，小婉在南苑已经2个月了，她一直盼望着能夠到慈寧宮給皇額娘請安，盡忠盡孝。這封信，皇帝你根本就不應該帶來。這董小婉，額娘定是不會見她的。皇額娘，這封信是小婉含着淚寫的，所以兒子懇請皇額娘，您看一看小婉這封信好嗎？看完信之後，如果皇額娘有何訓示，兒子與小婉願意恭敬聆聽。总舵主可以给吴三贼写信了，逼他在规定时间内现身。如果他不现身的话，咱们杀掉陈圆圆，这样的话也算是替兄弟们報仇了。宋川，在。这封信還得讓陳圓圓自己來寫。如果吳三賊見了陳圓圓的親筆信，他一定會心軟。如果只看到我送去的信，吳三賊這隻老狐狸，他是不會現身的。總督主英明。皇娘，小婉這信是杜鹃題寫吧？題不題寫，我們不說他。額娘沒想到，董小婉寫的一手好字，還頗有文采。這幾首詩寫的是情詞真切、優美之極。皇娘與兒子精通漢人文化，皇娘的點評那真是再精準不過了。皇娘，兒子愛小婉，不僅是她的善良美麗，還有她難得的才情。這一點，兒子身邊的女人無一能及。唉，他寫這封信給哀家又有何用？不錯，額娘承認他很有才情，也更真切地明白皇帝為何對他如此着迷。但是額娘不能見他，也不打算見他。其中的理由，皇帝應該一清二楚。皇娘，兒子很清楚，兒子愛小婉，不僅是他的才和他的貌，還有他的德。小婉入宮2個月了，他一步沒有出南苑，他更沒有向兒子提出任何的要求。他對服侍他的下人，從來都是體恤關懷、和顏悅色。您說，就這一點，宮裡的其他嬪妃，他們能做到嗎？皇娘難道只是因為她是一個漢女，就要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開小婉嗎？兒子跪請皇額娘，能夠同意小婉到慈寧宮給皇額娘請安。皇帝，你起來吧。若皇娘您不在乎小婉啼血的傾訴，兒子便長跪不起。姑姑就答應皇上見董小婉一面吧。以蘇娜看，這一面遲早都要見的呀。唉，皇帝，你先起來，我們再議吧。王爺，王爺，來信了，快把信給我。
一共是2封信，一封信是夫人所写，另外一封信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所写。没有惊动总督府的人吧？王爷，你放心吧，我早就在府外安排了人，送信人一来就被截住了。好，既然皇帝想让额娘召见董小宛，那额娘就去南院，看看这个董小宛到底是何模样。儿子谢过皇额娘。你不必谢额娘，额娘会跟董小宛讲些什么话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只怕額娘对董小宛講的話，會令皇帝你失望。不會的，一定不會的。皇娘答應見小婉，兒子真的十分感謝皇娘。明日額娘便帶蘇娜去南院，皇帝不可通風報信，更不能去南院，讓額娘單獨見董小宛。這這個字，是奴才劉光才回答主子說的話。你是天下之君，不可用這個字。皇娘，兒子剛才特別高興，跟皇娘說笑了。以後你不要拿這個來說笑，永遠都不可以。你皇娘，那兒子告退了，您早點休息。本王恐怕要到天地会走一走了。王爺，200精兵可能不夠，我覺得應該把1000精兵都帶上。哼，本王最多只能帶20人，這是陳近南信中的條件。王爺，帶這麼幾個人去，豈不等於虎口送食嗎？是啊，王爺，這種條件絕對不能答應。誰是虎，誰是食，還沒準呢。太后娘娘駕到！太后，臣妾參見太后娘娘。奴婢叩見太后娘娘。董小宛，哀家與你終於見面了。臣妾不知太后娘娘親臨南院，臣妾有事遠迎，請太後娘娘恕罪。哀家是故意不讓人接駕，想看看這南院的主人平時在做什麼。起來吧。謝太后娘娘。臣妾請太后娘娘入座。哀家要入座，自己便會坐，不需要人請。臣妾失言。一身旗裝也照樣好看，你為何沒穿漢裝？哀家以為你平日裡會穿漢裝。回太后娘娘的話，臣妾既然已經歸齊，理應多着旗裝，而且皇上喜歡看臣妾多着旗裝。其實臣妾平時也會着漢服的。太后娘娘不喜歡漢服吧？那倒不是。哀家略知漢人的歷史文化，對女人着漢服並無偏見。漢、唐、宋，甚至明朝女人的服飾也都是很美的。因此我大清只要求男人剃髮着青裝，對女人並無限制。臣妾佩服太后娘娘精通漢人歷史。臣妾常聽皇上說，皇上那些漢人歷史文化學識，
其實都得益於太后娘娘。哀家對漢人的歷史文化只能叫略通，皇帝才是精通，精通到有時候以為自己是漢人。臣妾說錯話了。起來吧。哀家今日破例來見你，既是皇帝的勸說，也是哀家對你所上書信有所欣賞。臣妾萬分感謝太后娘娘能親臨南苑，臣妾盼望這一日已是望眼欲穿。董小宛，你別誤會哀家來的意思。哀家來南苑是因為有些話想對你交代。臣妾恭聽太后娘娘訓示。你自稱臣妾，雖是禮儀，其實有所不妥。臣妾是皇帝那些嬪妃在哀家面前的稱謂，你怎麼可以自稱臣妾？太后娘娘，民女董小宛失言。这個也不妥。你是皇帝鍾愛的女人，怎能自輕自賤稱民女呢？小婉不知該如何作答。你已經答對了。你不是叫董小宛嗎？你也不必稱董鄂氏。問答之間就以本名稱呼就可以。是，小婉明白。吴将军孤身救人，在下佩服。哼，陈总舵主，目中无人呐！本王是孤身一人吗？我還帶着20個人呢。你帶20人，可我這裡有300人，我用80個兄弟的性命拼你20個人的性命，應該拼得過吧？拼完了之後，吳將軍，你還不是照樣是瓮中之鱉嗎？吳某人來的時候就沒想做鱉。吳某人流盡最後一滴血的時候，那一定是陳舵主，你的血已經流盡。哦，原來吳將軍是準備和我們同歸於盡了。哼，只要能救回夫人，這不失為一種選擇。哼，吳大將軍現在豪氣萬丈了。當年引清兵入關的時候，怎麼沒有想過同歸於盡呢？若那樣，吳大將軍早就成了民族英雄，何至於現在落了個頭號逆賊的名號？本王所為，用不着你這個小毛賊評說。天地會的英雄們，怎麼沒穿明朝的服飾啊？怎麼個個也是腦後拖着辮子？沒錯，天地會這幾年已經改穿了清朝的服飾，那是為了更好的跟清廷戰鬥。跟吳將軍頭上的那條賣國求榮的辮子，它不是一回事。咱們不鬥嘴，我只想問陳舵主一件事情：我的夫人圓圓是否安全？吳夫人的安危，將軍你盡可放心，她現在很好。我等
並无怠慢。不过，你想带走夫人，我们得好好谈谈。既然陈舵主如此坦诚，吴某倒有个提议。你我二人都是练家子出身，舞刀弄枪惯了的，那我们不妨干脆来比试一场。若你接不住我吴某20招，那吴某就带着夫人走，天地会不得阻拦。陈舵主，敢答应吗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吴将军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呐。老实说，如果本舵主接不上吴大将军的20招，那本舵主就真不好意思和吴将军做生意了。痛快！那就请陈总舵主下令，若是本王胜了，你让你手下兄弟不要为难本王。总舵主，青木堂堂主宋传接令。属下接总舵主令。此次比武，若本舵主落败，或者丢了性命，青木堂所有的兄弟，任何人不得阻拦吴三桂带领他的夫人离去。若有违令者，以对抗帮主罪，力斩无赦。是。吴将军，请吧。请。兄爽，兄爽，你莫要比武，有何事好好谈。圆圆，我们乃是君子约定，你再等片刻，我一会儿带你回去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快放我出去吧，放我出去吧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话要说。宋传，在，请夫人出来吧。是。董小婉，你站了很久了，坐吧。小婉不敢。哀家叫你坐，你就坐。是。董小婉，哀家要告诉你，你在宫中给皇帝带来了极大的麻烦，甚至可以说给皇帝带来了大灾大难。这个你……其实小婉也不愿意待在这宫中，而且小婉也跟皇上提过此事，可皇上坚决不同意讓小婉出宮。你向皇帝提过这件事？皇帝又为何不同意？皇上对小婉说，他乃一国之君，他绝不容忍他最心爱的女人出宫。如果他真的接受了此方式，他这個大清皇帝將無地自容，更無顏面對天下。圆圆，圆圆，兄爽，兄爽，你冒险來救我，圓圓心裡感激不盡。既然如約而來，就如約談事，又何必節外生枝，比什麼武呢？不過我招，吳大將軍就不願意跟我說話呀。這樣吧，看着你手中的兵器較弱於我，咱們改為15招。若15招之內我贏不了你，就算我輸，怎麼樣？多謝承讓，吳將軍，請。請。
15回合到，比武结束。本舵主没有想到，这15招接得如此的吃力。吴将軍的刀法內功着實的厲害，本舵主的確不是將軍的對手。我輸了，是我輸了。想不到陳舵主一柄小小的扇子，竟能抵擋住我青龍刀全力而發的15個回合。老實說，你是我見到功力最強的對手。咱們可以坐下來喝茶談事了。那麼，你願意接受永无名分，長期默默地居住在南苑？你也不可能到慈寧宮請安，因為哀家是絕對不能給朝廷一個默認甚至接納你的印象。太后娘娘，小婉知道，小婉汉女的身份是不会被朝廷認可的，即便是歸了齊，也依然無法解除皇上的困局。小婉不敢奢求太后娘娘能夠接納小婉，但小婉懇請太后娘娘能夠體諒小婉。小婉和皇上是兩情相悅，這份情小婉不敢辜負。小婉也願意為皇上付出一切，直至生命。眼下皇上不允許小婉出宮，小婉怎麼能忍心擅自離去？董小婉，哀家也是同你講心裡話，哀家對你有幾分欣賞。皇帝看女人的眼光極高，如此不顧一切的愛你，那是有緣由的。但我絕對不能坐視大清，因為你入宮之事讓前庭後宮陷入混亂，我更加不能接受大清王朝因為這件事而面臨廢帝危險。你是個冰雪聰明的女人，你說應該怎麼做？小婉不知道，小婉只知道此生和皇上生死不能相離。起來吧。謝太后娘娘。既然你不願意出宮，我們就來談一下你留在宮中的條件吧。首先，你不能向皇帝提出名分，你若提出或是表現出來，以皇帝的性子，他都會不計後果下旨封名號，到時候皇帝就會有危險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小婉只求和皇上在一起，不在乎什麼名分。小婉也勸過皇上，
千萬不要給小婉什麼名分。好，明事理。那麼哀家就高興了。第二件事，皇帝对你十分宠爱，最想歇驾南苑。这个，小婉也常劝皇上。你常劝皇帝去其他宫里歇驾，这个哀家知道。你的一切，哀家都知道，包括你那个不懂礼节、胡言亂語的侍女寇寇，哀家也知道。哀家要跟你說，除了婉兒，劉光才會向哀家稟報你的一舉一動。哀家這麼關注南苑，就是怕你懷上皇帝的龍種。你一旦懷上皇帝的龍種，皇帝的地位就岌岌可危，此中危害，你必須明白。陈舵主，你想讓我起兵反清，這談何容易啊！清兵入關10年，江山已固，想要顛覆清朝，恕我直言，恐是痴心妄想啊！將軍所言不虛啊，但是事在人為。若是以天地會區區萬人之眾，想要推翻清廷，確實是痴心妄想。但是，若將軍出山，以將軍的威望，定能說服平南王、靖南王一起起兵。三王一出，那麼天下各種反清復明的勢力必將轟然響應。到那個時候，將清兵趕出關外，復我大明，豈不是指日可待嗎？將軍此去京城，一定要多加小心呢。也許朝廷裡有人擔心，三藩勢力過大，會養虎為患，會力主剪除三藩，而將軍正是三藩之首。太后娘娘，小婉也一直背着皇上採取了一些措施，而且小婉也知道，皇上他每次來歇駕南苑所服的進補湯藥，其實是另有用途。皇帝跟你說過這件事？皇上沒有。皇上龍尊怎麼忍心跟小婉說這些事呢？小婉是從劉公公和婉兒的表情中發現的。不過太后娘娘放心，小婉並未在皇上面前表露出知情的樣子。皇帝說你冰雪聰明，你果然是。哀家喜歡與聰明的人談話，最好皇帝那邊有所預防，你這邊也有所預防，方能徹底保險。哀家讓劉光才給你點藥，這些藥不會傷害你的身子，也不會讓你懷上龍種。你願意配合嗎？小婉願意。好，董小婉，這件事是哀家跟你之間的秘密，絕對不能讓皇帝知道。若有朝一日皇帝知道的話，哀家會對你徹底死心，明白嗎？小婉明白。今日皇帝告訴哀家，是你說服了他不廢後，還恢復皇後的監表。你還說不要把這件事說出來。說實話，你的見識和你的聰慧，讓哀家有點意外，也讓哀家對你保全皇帝的信心多了幾分。哀家知道，你會很苦、很難，甚至很慘，但你必須要忍受。誰讓你進了皇宮呢？董小婉，你要記住，你只能無聲無息地待在南苑，
這就是哀家和议政会議最能容忍的底線。如果皇帝再任性弄出什么事端来，或是你走出南院一步的话，皇帝就会有危險。小婉恭送太后娘娘。与天地会合作，需从长計議。真要起事的話，也得選個良機。陳舵主，我已經耽誤了一天的行程，明天一早，我跟夫人還要趕路，不讓朝廷起任何的疑心。朕一開始也認為是好事。朕認為皇額娘看了小婉的信之後，是真正的感動了。後來朕一細想，皇額娘去南院看小婉，就是去訓斥小婉的。你說，皇額娘這麼大的威勢，是沒有幾個人能招架得住的。朕現在真的很擔心小婉。他會不會受很多委屈？他是不是已經承受不住了？英格爾，現在天已經黑了。你說皇額娘在南院待了這麼久，朕真的不相信她與小婉相談甚歡。皇上，安稍勿躁。太后娘娘回到慈寧宮，您不就能知道太后娘娘和董主子聊的是什麼了嗎？對。朕現在只能安稍勿躁了。安稍勿躁。怎麼，奴才又用錯了？你，皇上，叩見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已經回慈寧宮了。朕知道了。這，英格爾，快，隨朕去南院看望小婉。姐姐，太后娘娘好威風啊！太后娘娘都跟你說什麼啦？扣扣，你不知道，今天的事真的很嚴重啊！這皇上來了，我該怎麼跟皇上說？我該怎麼辦？姐姐，皇上也許很快就來了。這皇上真來的話，我得掩飾一下。我這樣能看出來嗎？不太好，姐姐這樣笑太假了。那這樣呢？稍微好一些，不過恐怕還是不能過關。哎，姐姐，你得把唱戲的功夫拿出來。扣扣，這可不是唱戲啊！這皇上真來了，我怎麼辦都不知道。皇上駕到！皇上萬安。起來。皇上，怎麼這麼晚還來看小婉呢？朕不是擔心你嗎？快跟朕說，皇娘都跟你談了什麼？小婉和太后娘娘沒聊什麼。太后娘娘問了小婉一些家裡的事，還有小婉在怡清園唱曲的一些事。太后娘娘說，小婉寫的信讓她很感動，所以她特意來看小婉。嗨，皇上，董主子沒受委屈。董主子，皇上擔心您受委屈，在西暖閣裡面一直上下不安呢，害得奴才也跟着上下不安。忐忑忐忑啊！白痴！忐忑？哎，董主子，忐忑是什麼意思啊？皇上，你瞧這英格爾多可愛啊！英格爾，你說的沒錯，這忐忑呀就是上下不安的意思，所以你這個成語用的完全正確。哎，扣扣，聽見了嗎？
董主子说了，我用的完全正确，你才是白痴呢。好了，先别闹了。小婉，皇娘肯定不止跟你说了这些，你一定有事情瞒着朕。英格尔、寇克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今天谢谢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，今天真是好凶险。圆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你就当是一场噩梦，如今梦醒了。有句话想问你，你今天是不是只是为了应付陈近南，而没有一点想跟他合作的意思？怎么？难道你真希望我跟天地会搅和在一起？陈近南是什么人？那是朝廷捉拿的头号钦犯啊！兄爽，你今天这么做，岂不是欺骗了人家陈近南？他可是大度的很，一点都没有为难我们呢。圆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那不是为了救你，不得已才虚应了几句。难道你真让我反清，以卵击石？皇上，先喝杯茶吧。皇上，太后娘娘今天来南院跟小婉说，只让小婉待在这南院，这是太后娘娘跟议政大臣所容忍的底线。如果小婉不这样做的话，会给皇上带来天大的危险。小婉，朕本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朕怕告诉你，你会替朕担心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朕就跟你说，议政会议已经正式向皇娘摊牌。如果皇娘不能想办法把你逼出宫，那么议政会议将不会把另一半两黄旗旗印交给朕。另一半两黄旗旗印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满蒙8旗当中，正黄旗跟镶黄旗2旗旗印本来应该是由朕亲掌的。朕当初亲政的时候年纪很小，所以两黄旗旗印只給了朕一半，另一半由議政大臣保管。現在離議政會議還旗印的時日只有不到4個月了。議政會議可以以朕帶小婉進宮為由，拒絕交給朕。如果朕沒有另一半旗印，就不可能調動兩黃旗，所以朕這個大清皇帝就只是空有虛名。這麼嚴重？皇上，其實太后娘娘今天來南院的目的，是向小婉發出最嚴重的警告。這兩黃旗旗印的事，又讓小婉知道，這件事是多麼嚴重，多麼可怕。這個議政會議，權力有這麼大。皇上，小婉真為你感到擔心呢。小婉，你不必害怕。朕想啊，他們就是嚇唬嚇唬皇後娘，逼朕早日讓你出宮。朕就不相信。哼，到那日他們敢不交出旗印，朕就敢定他們的罪。再說了，那皇後娘也不會答應的。這個議政會議，朕早晚是要解決他的。如果他們敢向朕宣戰，朕便提早把這件事情辦了。皇上，你千萬別激動，也千萬不要衝動啊。朕知道。寧靜致遠，隱忍負重。小婉，你放心，朕絕不會衝動的。皇上，今天太后娘娘跟小婉鄭重聲明過，如果小婉出宮的話，朝廷會給小婉最好的安排。小婉也覺得太后娘娘說的也確實是一個解決的辦法。皇上，所以小婉覺得皇上不妨再想一想讓小婉出宮的事，就當是個權宜之計。等議政會議
交出奇印之後，再让小婉回宫。小婉，这件事情朕不考虑，就算是权宜之计，朕也不会考虑。朕绝对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这种侮辱。朕在，你在。如果有一日小婉被逐出了宫，朕绝不再做这大清的皇帝。平西王，昨夜休息的还好吧？谢大人关心，本王昨晚早就睡了，休息的甚好。三贵告辞了。好，平西王一路平安。谢大人。夫人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这。淑妃，今儿怎么来得如此早啊？娘娘不是要臣妾早点到吗？说是有话要说。对，的確是有事。皇额娘讓本宮辦一件重要的事，本宮高興。臣妾恭喜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萬福金安。為何行如此大禮啊？本宮找你們來是來議事的，不必行貴禮。臣妾這是替皇後娘娘高興呢。臣妾行此大禮，也是表達臣妾的喜悅之情。淑妃妹妹，快起來吧。謝娘娘。姐姐，皇後娘娘傳我們到坤寧宮議事，姐姐可知是為何事啊？姐姐也不知道，不過我聽說這則是把眾妃都請去議事，我估摸着八成跟你董小宛有關。又跟董小宛有關呢？姐姐，妹妹可是要倒霉了。妹妹昨天才剛去看過董姐姐。妹妹有皇上做主，皇後不會把你怎麼樣的。不過妹妹的勇敢讓姐姐都有點奇怪了，怎麼到了這種時候還敢跟你董小宛姐妹相稱的？那也只是在姐姐你這兒，若是在皇後娘娘還有蘭貴妃他們面前，妹妹可要學乖了，妹妹可不敢惹他們。看來啊，恢復中宮監表後，皇後又要發威了。啊，姐姐怎麼突然說起這個？姐姐聽說了什麼？姐姐一直在琢磨，到底是索爾娜當皇後，我們的日子會好過些，還是靈珠當皇後，我們的日子會好過些？姐姐就沒有想過，姐姐你當皇後，我們的日子更好過些。你是不是瘋了？這種話也敢說？隔牆有耳啊！再說了，我有什麼時候說過我要當皇後？我幾時有過這種念頭？姐姐，你別生氣呀，這裡又沒有別人。不是什麼生不生氣的事，只是你這話實在是太荒唐了。姐姐當皇後，怎麼會有這種可能呢？你真是單純至極。這話要是讓那有心人聽了去，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？姐姐，妹妹這話可不是單純無知亂說一氣的，那是昨日妹妹在董小宛那裡聽到一些話，妹妹才想到，若是姐姐當皇後的話，那就再好不過了。只不過，其實妹妹也是有私心的，因為若是姐姐當了皇後，那妹妹就會更有好日子過了。娘娘，那今日之事是皇額娘讓娘娘在後宮弄個聯名上奏，永不給董小宛名分。是啊，本宮是按照皇額娘的旨意辦這個事，這個底只有你知道。皇額娘是不想讓皇上知道是她的旨意，不想再與皇上再起衝突，因此只好本宮來當這個惡人了。可若皇上不知道這旨意是皇額娘下的，那這賬豈不是又記娘娘頭上了？本宮這個後位是皇額娘親自保下的，皇額娘的旨意堅決照辦，不給董小宛名分，關係着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我們後宮姐妹們都責無旁貸。娘娘，那這聯名上奏的事兒，最好是一個都不落。
這樣皇上就不好把所有的賬都记娘娘头上了。你是说，皇上已经在怀疑兰貴妃了？是啊，姐姐，董姐姐可是反复叮嘱过我，千万不要告訴別人的。董姐姐和我說這件事，就是想讓我知道，咱們呀不用太怕蘭貴妃。這蘭貴妃想要登皇後之位，怕是沒什麼希望了。那要照這麼一說，我還真是有一點可能。不是有一點可能，姐姐的可能性極大。這接皇後之位的理應是貴妃，那去掉一個蘭貴妃，不就剩姐姐你了嗎？何況姐姐你和皇額娘又帶親，是皇額娘的侄孫女啊。這麼一說，還真有些道理。妹妹也是萬不得已，才逼着自己要多想一些事情啊。妹妹進宮1年多，封妃不到半年，這後宮的事還有妹妹的經歷，真是嚇壞妹妹了。再加上董小宛一事，又把妹妹逼到一個死角。皇後娘娘還有眾妃們，每天都瞪着眼睛，恨不能把妹妹吃了。再加上皇額娘現在也對妹妹極為不滿，只有姐姐你對妹妹最好，最心疼妹妹了。那妹妹当然希望姐姐能夠登上皇後之位啊。臣妾參見皇後娘娘，皇後娘娘萬福金安。都起來吧。謝皇後娘娘。本宮今日傳大家來，是有2件事要說。第一件事，便是有關於那神秘的蝴蝶案。這個蝴蝶案十分陰險惡毒，先是將果真的孩子弄沒了，然後又將矛頭指向本宮，想要誣陷本宮。如今本宮已經恢復了中宮監表，本宮決定要親自出馬，徹查這個蝴蝶案。靜妃，你要好好聽本宮的話，本宮定會抓出下毒之人，替你伸冤雪恨。臣妾多謝皇後娘娘，只是臣妾對此事已不太抱有信心，因為皇上和皇額娘查了這麼久，都沒有查出下毒之人。靜妃，你還真是不知好歹啊！皇後娘娘這是在替你伸冤雪恨呢，你該跪下來謝恩才對，哪那麼多廢話呀？皇後娘娘，靜妃人小，說話也老實，還請娘娘就不要追究她了吧。本宮不會計較靜妃這2句話的。靜妃，你坐下吧。謝皇後娘娘。那本宮就來說說這第2件事。這第2件事與你們在座的各位都有關係。董小宛如今已是皇上最寵愛的女人，皇上遲早要給董小宛名分。你們都想過沒有，若此事一旦成真，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？那本宮便繼續說了。皇上如此寵愛董小宛，那賤人遲早會懷上龍種。這可是動搖我大清的根本，我們豈能不管？我相信皇額娘也很憂慮，我們滿人的江山豈能拱手讓與漢人？姐姐看書怎麼看那麼久？都2個時辰了。這麼久了？我說怎麼這麼累呢？眼睛都酸了吧？姐姐怎么找這麼多史書來鑽研啊？唉，這還不是怪咱皇上。要說姐姐也是熟讀漢人歷史文化的，
可跟咱皇上比起来，這根基就太淺了。所以啊，姐姐要苦讀詩書，這樣的話可以跟皇上有更多話題可聊。這更重要的是，可以懂得以史為鑑，興許會對皇上有所幫助。本宮如今最大的事，便是替皇额娘分憂解難，協助皇額娘治理好後宮。如今董小宛之事，便是後宮大事，所以本宮今日叫你們來，是想議一議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好的法子，能夠讓皇上同意，永遠不給董小宛任何名分。这有什么法子？我觉得这招倒是挺好。什么法子？可用什麼法子好呢？這事兒，皇上可是絕對不會同意的呀。皇後娘娘，臣妾倒是有一個好主意。哦，淑妃有主意了？有什麼好主意？說來聽聽啊。在座的都是皇上身邊最親近的女人，如若我們一起向皇上聯名上奏，請求皇上永遠不要給這個董小宛任何名分。這個主意好。本宮問問，淑妃的意見，大家都同意嗎？本宮贊同。臣妾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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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贊同。這樣吧，贊同聯名上奏的舉個手，讓本宮來數數。好，本宮清楚了。在座12位貴妃、妃、嬪、貴人，唯有德妃佟佳氏和靜妃果真，並未贊同上奏。德妃，你為靜妃？小婉，你這樣不懈苦讀，是要與皇公子比學問嗎？小婉哪敢與皇公子比學問呢？小婉現在才知道，這皇公子的學問吶，到底有多深。小婉只能努力讀唄，要不然怎麼能和皇上有更多話可聊呢？來，朕明日要去永平城檢閱兩黃旗，這是朝廷事先安排好的事情。皇上放心去吧，小婉正好可以再用心苦讀2日。朕一會兒要去慈寧宮給皇娘請安。今晚，朕想住在你這裡，不知你可准否？皇上說話也不注意點兒，也不看看有沒有外人在。啊，皇上跟董主子說的好多肉麻話，我們都聽到了。沒聽到。你，皇上，別！告訴你。你還說我們？你跟寇說那肉麻的話，比朕肉麻10倍。我，皇上，寇可沒聽過英格爾說過什麼肉麻的話。真有說過呀，也是跟皇上學的。有。好，你們兩個啊，你看到了吧？還沒怎麼樣呢。就跟主子頂撞了，還不都怪你？我走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你呀，蘭貴妃，你這第一掌定要清脆響亮。開個好頭啊！這個頭還是由皇後娘娘來開吧。以皇後娘娘的威風，一掌就能將這個賤人打垮，那可強過臣妾10倍呀！哼，怎麼，蘭貴妃
是不想打果真啊？想，臣妾早就想打这个只知道讨好皇上的贱人的耳光了。只不过，臣妾是希望，这第一个耳光应该由皇后娘娘亲掌。这个小贱人还不配本宫亲自赏掌，本宫还是将这第一国的殊荣赏给你吧。待本宫抓到了那個用蝴蝶來誣陷本宮之人，本宮定要親自將他的臉打得稀爛。皇後娘娘這話聽着可有幾分奇怪呀，似乎認定那幾隻毒蝴蝶是從本宮的籠子裡飛出來的。靈珠，你可是又忘了自稱臣妾，又開始與本宮分庭抗禮了。要不是董小宛這個大敵當前，需要咱們齊心協力，本宮如今定要扇你的耳光。靈珠，若你不想要這第一掌的殊榮，你給本宮從這坤寧宮滾出去。何去何從，本宮不攔着你。皇后娘娘的旨意，臣妾豈敢違背啊？皇后娘娘的中宮監表，那可是要死人的。小賤人，今天要讓你知道親近董小宛的下場。好，這真是一掌見紅啊！蘭貴妃開了個好頭。榮貴妃，該你了。皇後娘娘，臣妾從未打過人，臣妾對果真妹妹下不去手，求皇後娘娘放過臣妾吧。本宮知道，你向來與這賤人最為要好，可這小賤人與董小宛最親。因此，你打的便是董小宛。如果你不打這賤人，便與這賤人同罪。朵娜姐姐，你千萬不要得罪皇後娘娘，不要因為妹妹獲罪。姐姐打吧，狠狠打。娘娘，打！姐姐，打吧。賢妃啊，
皇娘，儿子明日就要去永平城检阅两黄旗了。今日过来是特地向皇娘来辞行的。再过几个月，皇帝就要亲掌两黄旗，额娘想想都高興，但额娘心裡又很不放心，額娘很擔心發生意外。皇娘放心，兩黃旗本就屬於兒子的。兒子現是皇帝，還沒有親掌兩黃旗，兩黃旗還在議政會議的手裡。兒子是多麼的心有不甘呢！兒子這次絕不退讓，時間一到，一定親掌兩黃旗，做大清真正的皇帝。皇帝有這樣的志向很好，但是額娘反覆思考，董小宛進宮後住在南院，議政會議這些大臣很不舒服，他們就會找事，這對皇帝不利。皇帝有沒有嚴肅想過這個問題？皇帝應該有個權宜之計呀。皇娘擔心了，朕讓小婉進宮，朕就已經想好了，朕不怕議政會議那些大臣們。德妃，如今只有你一個人沒動手，你是有意要違抗本宮的旨意嗎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能理解靜妃不簽名之舉，因為臣妾自己本也不想簽名，臣妾實在下不了手。大膽！本宮剛剛已經說過了，如今這果真便是董小宛，你是不想打董小宛，也想讓董小宛有名分，你想要討好皇上，那是門兒都沒有。臣妾的確不願打董小宛，但這不是想討好皇上，臣妾只是憑良心做事。德妃，給本宮跪下！皇後娘娘，德妃已經答應簽名，德妃還有32個護駕呢，臣妾懇請娘娘一定要息怒，將德妃和果真區別對待。淑妃就是不提醒，本宮也不敢輕易對3阿哥的額娘動用中宮監表。德妃，你與本宮和眾姐妹對着幹一番大計，你是否該給我們一個交代呢？臣妾願自罰5記耳光。好，那你可千萬別太愛惜自己了，定要有那蘭貴妃一掌見紅的血腥霸氣。董姐姐，不要！兒子並未覺得小婉住在這宮裡的南院有何不妥，你為何非要讓小婉出宮去住呢？皇帝覺得是小事不重要，但是額娘和議政大臣覺得這不是小事，理由額娘已經說了，皇帝為什麼不能考慮一下呢？這件事相信董小婉也都是願意的。小婉願意為兒子做任何事情，只是兒子不想委屈她。兒子最愛的女人還不能住在宮裡，兒子還是皇帝嗎？皇帝帶一個漢女進宮，違背祖制，皇帝就可以胡來，不要祖宗家法。這件事情，兒子不想惹皇娘生氣，但兒子也不想讓小婉出宮。皇娘，如果想商議，還是等兒子從永平城回來之後再商議此事吧。太后娘娘，啟稟太后娘娘，啟稟萬歲爺，皇后娘娘和嬪妃們有事求見。讓他們進來。這。
這是皇后众嫔妃給皇帝上的聯名奏章，請求皇帝永不給董小宛任何名分。皇帝，你看看吧。兒子觉得奇怪，众嫔妃怎么联名上奏这事？这是皇额娘的旨意。这件事，额娘没有懿旨。既然不是皇额娘的懿旨，那就是皇后擅作主张，弄出这么一出来逼朕了。皇帝，这件事皇后没錯。众嫔妃也沒錯。皇帝身邊最親近的13個女人，除了果真之外，所有人都簽了名。難道這樣都不能讓皇帝警醒深思，不值得皇帝考慮後宮的奏議嗎？皇額娘，果真敢不簽名，那也是仗着皇上的寵愛。依臣妾看，皇上的寵愛定會害了果真。皇後，為何今天你們幾位妃子都來了，果真沒來？臣妾回皇上的話，果真拒不簽名，還敢當眾頂撞臣妾。臣妾動用中宮監表，令眾妃每人賞了他2個耳光。